咱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对吧？两个势不两立的家族，一段不能说的秘密恋情，还有一个悲惨的结局。罗密欧与朱丽叶嘛，这几个字简直就是爱情故事的代名词。一提到它，我们脑里子可能都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年轻的莎士比亚灵感大爆发，奋笔疾书。但要是我告诉你，我们脑子里的这个画面从头到尾都搞错了呢？好，咱们就来深挖一下。你看啊，我们脑海里那个莎士比亚激情创作的画面，多半得感谢那部很棒的电影《莎翁情史》。但从历史角度看，这可完全不对。问题就在于莎士比亚他其实不是一个情节发明家，他更像是一个大师级的再创造者，总能找到已经存在的故事，然后把它打磨成永恒的经典。而那个来自维罗纳的苦命鸳鸯的故事也一点不例外。那问题就来了，对吧？如果不是莎士比亚原创的，那是谁？咱们得从莎士比亚开始把时间线往回倒，就像他的其他名作《哈姆雷特》或者《麦克白》一样，情节都不是他凭空想出来的。你看这个时间线就很有意思了。1597年，莎士比亚写了他的剧本，没错，但他参考的是1562年一个叫亚瑟·布鲁克的人写的英文诗。但等等，还没完呢。布鲁克也只是翻译了一个1554年的意大利故事，而那个作者马忒欧·班德罗也基本上是原封不动地照搬了一本更早的，在1531年出版的中篇小说，而那个朋友们才是咱们要找的源头。这是第一个包含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所有情节的版本。所以，我们今天真正的主角，这个故事的始作俑者是这位路易吉·达波尔图。那么，路易吉·达包尔图他到底是谁？他是个意大利贵族，是个军人，也是个作家。要真正明白他是怎么写出这个故事的，咱们就得一头扎进他生活的那个世界，一个充满了暴力、激情，还有说真的，政治上乱得一塌糊涂的世界。这个故事的核心就是家族世仇。莎士比亚开篇就说两大名门结下夙愿，但你猜怎么着？对达波尔图来说，这夙愿可不是什么为了戏剧效果而设计的巧妙情节，这就是他的日常生活，是他每天睁开眼就要面对的残酷现实。他身边到处都是这种大家族之间血腥的仇杀，他只是把他看到的一切直接写到了纸上而已。咱们来看这个，这是萨沃尼亚家族的文章，他们是当时达波尔图驻扎的那个地区势力最大的家族。你看这个文章像一棵树从中间被劈开了，这简直就是当时真实情况的完美写照。这个家族已经分裂成了两个互相厮杀的派系，完全被仇恨吞噬了。听着是不是特别耳熟？这相似度高的简直可以说是直接抄作业了。在故事里，维罗纳有卡佩莱利家和蒙泰基家；在达波尔多的现实生活里，在乌迪内这个城市，有亲维尼斯派和亲帝国派。而且啊，这可不只是大家政见不同吵架那么简单，我们说的是真刀真枪的街头火拼暗杀。这仇恨深到什么地步？他们甚至会在教堂做弥撒的时候就在里面大打出手。而且关键是，达波尔多可不是个远远看热闹的，不，他就在风暴的中心。他的亲舅舅安东尼奥·萨沃尼亚就是其中一个派系的带头大哥。达波尔多还亲眼目睹了一场血腥的大屠杀，名字就叫残酷肥胖星期四。所以你看，他就是活生生的看着这一切发生的，看着所谓的家族忠诚和政治分歧是怎么一步一步变成街头流血的。好，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个世仇是真的。那名字呢？蒙泰基和卡佩莱蒂，这么经典的名字，总不能也是真的吧？是达波尔图自己想出来的吗？还真不是。这两个名字背后的故事说出来，可能比世仇本身还要疯狂。先说蒙泰基家，你猜怎么着？这家人是真实存在的，100%真实。他们本来是维罗纳的，后来被流放了，最后就住在了乌底内，没错，就是达波尔都驻扎的那个城市。所以他不仅是知道这家人，他还认识他们。实际上，他们家有个人还是他舅舅的得力干将呢。他甚至在小说里提到了这家人，基本上就是跟读者们眨眨眼，暗示他笔下的这个家族是有真人原型的。好，蒙台基家是真的，那卡普莱蒂家呢？这就有意思了。这个名字的来源，说白了，就是一个彻头彻底的历史性的大乌龙。
事情是这样的，达波尔托是在读但丁的《神曲恋语篇》的时候看到这个名字的。当时大家手里的参考书都说卡佩雷蒂是维罗纳的一个家族，但问题是那些参考书全都搞错了。卡佩雷蒂根本就不是维罗纳的什么家族，他们是另一个城市克雷摩纳的一个政治派别。所以你听明白了吗？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家族姓氏之一，竟然源于一个流传了好几百年的乌龙，这事儿是不是特别酷？好，聊完了政治和历史乌龙，现在咱们要触及这个故事真正的核心了。因为对达波尔图来说，写这个故事远不只是写政治那么简单，这背后藏着非常非常私人的东西。他给我们留下的最大线索就藏在了他的小说开头。他把这本书献给了一个真实的女人，卢西娜·萨沃尼亚。几百年来啊，大家看到这个都觉得没什么，就是礼貌性的把书献给自己的表妹嘛。但现在的历史学家不这么看了，他们认为就是这短短一句话，其实是解开整个谜题的钥匙。它指向了一个真实的爱情故事，甚至可能是一段真实的三角恋，而这儿才是这个故事真正的灵感来源。所以关于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给卢西娜，现在基本上有3种主流的猜测。第一种，也是最浪漫的一种，罗密欧就是达波尔都自己，朱丽叶就是卢西娜，整个故事就是他们俩失败恋情的自传。第二种呢，达波尔都的形象就完全变了，他不是伤心欲绝的恋人，而是一个支持他的朋友。在这个版本里，朱丽叶还是卢西娜，但罗密欧是他的真爱，一个叫弗朗切斯克的被迫流亡的男人。然后是第3种理论，这一种可就腹黑多了。这个版本里，达波尔都也爱着卢西娜，所以他把弗朗切斯克看作是情敌，一个必须除掉的对手。所以他就写了这么个故事，故事里的朱丽叶就是卢西娜，罗密欧就是他的情敌弗朗彻斯科。但是他写这个可不是为了祝福他们，恰恰相反，这是一个警告，一个黑色的充满警示意味的故事，目的就是为了告诉卢西娜，你这种轰轰烈烈的爱情有多危险，多有毁灭性。他心里的小算盘是，也许能把卢西娜吓得离开弗朗彻斯科，然后嘛，你懂得，投入自己的怀抱。所以这3个理论到底哪个才是真相？是悲剧的自传，是朋友的礼物，还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警告？答案可能就藏在达波尔图写给卢西娜的那段线字里。大家仔细看这句话，这真的是关键。他亲口说，他写这个故事是为了让卢西娜能看到恋人们因为激情最终会走向多么残酷的死亡。你听听这个用词，他这个不是在歌颂爱情啊，他是在说爱情这东西会把你毁掉的。他其实就是在说，你看看，爱一个人爱到极致会是什么下场？就是坟墓。所以呀，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情书，这分明就是一个警告标签，就像香烟盒上的那种。所以问题来了，达波尔图这个虽然有点腹黑，但确实很高明的文学策略，最后成功了吗？答案是没有，而且是差得太远了。现实生活用一个特别美妙也特别讽刺的方式，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故事里的结局是双双殉情，而现实呢，那个弗兰切斯克·萨沃尼亚最后真的从流放中回来了。然后他跟卢西娜，就是达波尔图警告他要远离的那个女人，结婚了。他们的爱情战胜了一切，完全无视了达波尔图给他们写好的那个悲剧剧本。所以舅舅给我们留下了最后一个想起来有点颠覆3观的问题。这个定义了我们心中浪漫长达500年的故事，它的诞生真的是为了歌颂爱情吗？还是说它其实是一次文笔绝佳、用心险恶，就是为了扼杀一段真实爱情的尝试？这真是个让人惊掉下巴的提醒啊！在我们所熟知的那些最伟大的故事背后，往往藏着一个更复杂也更迷人的人类现实。